欢迎收听2023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年初三，喜乐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以斯帖记的6章1到3节，接续着以斯帖记2章，怎么一下子就跳到第6章了？因为在新的一年有神提示哦。大年初三，有人说这是一个要睡到饱，习俗中这样讲，因为要避免出门或者是招惹一些外界的口舌是非攻击。然后我们在现代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因为累积了从年前或者是从除夕一直到初2的熬夜奔波，需要在这个时间有好好的休息的时间来养精蓄锐一下，继续过年。可是就在我们要躺下睡觉的时候，怎么会睡不着啊？会不会是因为有2023的神提示即将到达你生命当中呢？在今天真的是看见了上主他的掌权。第2章我们看见这个末底改因为告发了这个王身边的这个太监竟然要来谋害他，而且证据确凿，让亚哈随鲁王呢免去了一次的灾害。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灾害是不是因为末底改，所以它就没有发生，但我们很清楚知道，因着有忠心的臣仆，因着有上主的掌权，让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然后在这件事情之后，末底改他的攻击就被记录在史册当中，然后就结束了。怎么就结束了？不是没有论功行赏这一趴吗？的确在那个时候以这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所写下的，在当时的波斯王呢他们其实对有功的这些臣仆应该说这些臣子这些官位的有官位的人，他们的奖赏是很慷慨的，而且是很迅速的。但是末底改这件事情很奇怪他也是一个小官，但是他做的这件以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能够得到奖赏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得到奖赏。然后第2章就结束了，然后第3章就开始了。哈曼竟然崛起了。为什么说竟然？因为哈曼在当时来说跟这个末底改可说是后面过去的祖先是世仇的概念，然而到今天呢还互看对方不顺眼甚至是在这个原本是2个人彼此之间的看不顺眼，或者是说新仇旧恨，演变成哈曼崛起之后竟然想要密谋用他自己的计谋，还真的就一步一步的准备要来灭族，要灭掉整个犹太人。因为一个人，因为过去，因为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声音，竟然要灭掉这么多的人然而就在此时此刻，就在那个人还不知道危险的时候，就在那个人还不知道未来将要发生什么时候，就在人以为自己计划的即将要发生的时候，上主他是掌管全地的。当他出手，我们就知道有没有。当他出手的时候，在这些事上面我们要看见，就像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31篇19到20节说的，你为敬畏你的人所珍藏的美物多么丰富，你在世人面前保护投靠你的人多么美好，你把他们藏在你面前那稳妥的地方，免得他们遭受人的暗算，你把他们藏匿在安全的遮蔽下，免得他们受仇敌欺侮。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是上主没有让末底改直接好像得到那个奖赏，可能有重要的原因。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一件好事，是一个应该被论功行赏的事，但你现在还没有得到奖赏，不要急，莫惊莫慌莫害怕，也不用比较，因为上主都知道，他有最好的时机，他有最好的回应，而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现在呢？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持续的忠心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当我们做我们要做的事，上主他就做他要做的事，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在帮助你。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有一天要睡觉，竟然睡不着。这是一个生活的日常，但他竟然睡不着。睡不着是有什么坏事要发生吗？还是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吗？在今天睡不着的时候，他要他的臣仆来读历史的这些叙事，这些记载。这对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用现在来想的话，会不会想说因为这样子王读那些史册可能会比较睡得着，听一听就睡着了，这样有可能。但当时的方式的确是这样，他在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臣仆在读的时候，读就读到有一个地方写说，王有2个守门的太监，一个叫辟探，一个叫提列，他们企图要谋害亚哈随鲁王，结果这个事情被末底改给告发了。王想到末底改好像没有下文呢，那为了这件事情末底改有得到什么好处吗？他就在问臣仆，臣仆回答他说末底改什么都没有得到。就在这个读历史记录的时候，王就想到，对啊，还有这一位啊，我应该要迅速的要奖赏他，应该要慷慨的来赐福给他，因为他是对我有利的，他是对我有帮助的人啊。就在他还在想的时候，今天的经文就走到这边。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它发生了，就是在那个人在危险中，甚至不知道危险大难即将临头的时候，上主真的在掌握万事，他鉴察全地，他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论我们认不认识他。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他，而且我们相信他，那就太好了。因为我们不仅是要认识到原来有一位主，他创造天地万物，他掌管全地，他甚至知道我的生命中即将发生什么事情。而当我来相信他，寻求他的时候，哇，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啊，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依靠，他与你同在，他要看顾你。所以我们要来相信，而且要将我们的事交托上主，交托耶和华，他必要指示我们当行的道。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从第2章直接跳到第6章就讲到，从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一直到第6章，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不是有利的事情，可能在新的一年来说，我们马上就遇到了好像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口向上主来祷告，因为他要看顾你。只要你坚信依靠他，只要按着他的心意去行，走在真理当中，有什么是他没有办法解决的呢？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没办法解决，然而上主他有办法，他有办法来影响君王的心，他有办法来影响国际的情势，他有办法来影响经济的发展，他有办法来带领我们的家庭。只要我们相信，来交托，来依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是行奇事的主，你是在明处暗处都掌权的主。主啊，你是在白天，主啊，以这个云柱，晚上以火柱来带领我们生命的主。在2023的一开始，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来寻求你的心意。
如果你帮助我们，有谁能够抵挡我们？如果你帮助我们，有什么是没办法解决的呢？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小信，甚至我们不信，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寻求自己的能力，我们寻求自己的资源跟自己的掌握，但是我们忘记，主啊，是你掌管全地，是你鉴察万事。主啊，我们要回转向你，我们要来依靠你的心意，依靠你对我们的心意，依靠你在我们每一件好像看似难以解决的难题或是困境中，主啊，我们要来宣告，主，你掌权其中，我们要来寻求你，唯有寻求你，主啊，唯有你能够，主啊，也唯有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敏感于你的提示，因为其实你常常在对我们生命中说话。当我们来认识你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来敬拜，来聚集的时候，主啊，你的提示不断的在向我们彰显，就像今天的背景音乐讲到空气一样，空气好像看不见摸不到，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它，不然我们活不下去。谢谢你让我们已经拥有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深吸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掌权，我们在呼出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交托给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2023持续的来经历你的提示，神提示比人的提示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完全。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祝福你在今天继续有喜乐平安。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